有對廣告之後，繼續收聽持家國際。而且禮拜新聞幕後，同大家來關注係兩隻主題。上半場我哋看到係熱門嘅內戰，那下半場係美國總統川普正式宣布耶路撒冷係以色列首都。其中熱門嘅部分地講，佢哋內戰帶嚟2年半下架，至少造成10萬個人死亡。對此事感染，佢哋前總統沙雷竟然被人暗殺，日本熱門嘅局勢變得很難複雜。今年75歲日本前強英總統沙雷統治日本超過30年，一直到2002年將本人被下台。目前處事之外本，日本記者強英總統叛軍大事。沙雷從日將宣布結束了強英總統叛軍連續3年的見面，轉向鄰國沙烏地阿拉伯聯軍談判重新把握政局。結果叛軍不滿，用火箭筒攻擊沙雷的車隊，將其打死。接着沙雷的部隊是開始對抗叛軍。咱們的局勢連帶宣告中東的危機，聯合國的專家也表態關注。This only adds another layer of suffering to the people of Yemen, especially right now, those in Sana'a, as we said, where civilian infrastructure is being targeted, ambulance are being attacked. 日本內戰爆發已經2年半，造成至少10萬個人死亡。連流亡的外國的日本總統下台，談到沙雷的事情之後，提過天時呼籲對叛軍啟動甚至保衛抵抗，也表態佢對沙國聯軍的支持。沙烏地阿拉伯威脅聯軍戰鬥機連2年轟炸強英總統叛軍或者沙那的民兵基地。強英總統叛軍2多年，除了指控沙國聯軍，也經過首爾為國際檢驗，謀對沙烏地阿拉伯還有阿拉伯聯合太空軌道投資。كانت معركتها هي معركة الميليشيات في صنعاء، ميليشيات علي عبد الله صالح، كانت معركة للنظام السعودي وللنظام الإماراتي، وكان هذا واضح。奉習是國際婦產會表示，沙那的戰事在最近2年之內，至少有125個人死亡，238個人受傷。今日見會到節目地度熱點談到中東局勢有關嘅問題，為大家繞場到嘅係政治太后外交內嘅李登科李教授，李教授您好。视频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再一次感謝李教授來到我們節目的現場。那我們今天討論2個主題。首先，上半場我們看到剛才新聞裡面也門局勢的變化。那我們可能有一些觀眾對於這個國家不是這麼了解，可不可以先請李教授簡要的幫我們提點一下，究竟也門是一個怎麼樣的國家？它跟周邊幾個國家的互動關係又好不好？好的，也門其實是在阿拉伯半島裡頭算是最古老的一個國家。而且它也是阿拉伯半島文化，就阿拉伯文化的一個很重要的發源地。可能很多觀眾們不太清楚，總認為都沙烏地阿拉伯。是，其實這個也門的古文明已經超過2000多年，它歷史是蠻悠久的。好，那麼話說回來，這個也門它在接受伊斯蘭統治之後呢，基本上大部分是信那個遜尼派，但也有一部分是信什葉派。什葉派裡面的一個支派叫做沙伊德。其實也是什葉派，就像說敘利亞阿薩德嘛，他什葉派裡面阿拉維，所以什葉派底下還有一些支派。然後這個也門的什葉派，它是就沙伊的這個支派，獨在這個也門，人口超過700多萬人，所以也算是蠻多的。但是在過去就是1962年之前的1000年，雖然說遜尼派我剛才講了嘛，它對多數人口嘛，對，但是統治者都是什麼什葉派，是，這是很有趣的事情。好，那麼在1962年之後啊，因為我們講說近代阿拉伯民族主義嘛，所以後來也門就獨立了。那獨立之後呢，那馬上就因為這個什麼，它部落很多，然後就後來就分裂啊，所以從1962年一直到1990年之間啊，分分合合啊，經常分裂，然後統一又分裂。是。那麼其中這個北也門在1976年在內戰的時候啊。就在也門內戰的時候啊，當時我們中華民國，我們還是什麼間接協助北也門，因為北也門是沙烏地阿拉伯的盟友，是，然後沙烏地阿拉伯希望說我們中華民國能幫忙他們，是，所以後來我們就派一些空軍的人員，主要就是修復這個飛機的，因為這個北也門的空軍呢是用 F-51嘛，對，那當年我們 F-51很多啊，我們幾百架，而且我們這個什麼不管是飛行啊，或者說維修啊。都很有一套，所以這個沙烏地阿拉伯就請我們去幫忙。因此在那邊呢，我們成立一個叫做大漠隊，所以我們過去有這樣一段淵源。好，那回過頭來提的這個也門呢，其實也門它的這個農業資源還不錯，就是說它雨季的時候雨還蠻多的，所以它有相當的農業基礎。那麼整個阿拉伯半島來講的話，農業發展比較潛力就是也門，但是一般人也好像也不太很清楚。好，這是第一個。那第二個就是我們講說也門土地很大。它有50幾萬平方公里，52萬平方公里，
所以它的这个土地面积在整个阿拉伯半岛里头仅次于沙特阿拉伯，是土地第2大的一个阿拉伯国家。另外它的人口呢将近3000万人，它人口是2700多万人，也算是蛮多了。其实它的人口跟沙特阿拉伯比起来，比沙特阿拉伯还多哎。是，只是说沙特阿拉伯有很多外来人口，否则的话，真正沙特阿拉伯的阿拉伯人大概只是1000多万人。那一直讲到这个跟周遭国家，其实我们之前也在节目当中请教过老师，对于中东地区很重要的一个事件就是08年左右的阿拉伯之春。对，那个事件对于也门带来什么改变？阿拉伯之春对也门造成很大震撼，所以在2011年、2012年，也门就发生革命。那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也门一般民众受不了他们的这个经济啊，是非常落后，失业率很高啊，这个跟利比亚跟很多国家类似啊。当然我们讲说这个利比亚它是年轻人是失业率很高，那一般民众是没问题。那也门呢它在1980年代是发现石油，但是并没有好好开发，就是因为内战嘛，所以也很可惜啊。所以它就是老百姓非常贫穷，在阿拉伯半岛里头，甚至整个阿拉伯世界啊，也门是倒数的贫穷阿拉伯国家，它是非常穷，那失业率很高。那我们知道说，这个年轻人或一般人找不到工作，当然就容易这个政府不满嘛。好，那加上当时的这个沙里这个政权呢，事实上也是高压统治，那采取分流自治，各不同部落不同的手腕啊，特别是他在打压这个胡体。我们将来待会讲胡体，对，就打压这个什叶派就对了啊，所以这个引起很多的不满啊。因此阿拉伯之春这个爆发了之后啊，也门的这个民众纷纷响应，那么他们也起来革命，后来终于导致这个沙里的下台。那我要请教一下，近期我们刚才看到这个，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后，其实2年半以来，已经号称是有将近8670人死亡，然后将近5万人受伤，这是联军介入，就是沙特阿拉伯联军介入之后的一个状况。那其实长时间的内战，我们刚才看到已经超过10万人死亡。那经济学人杂志上个礼拜的封面，我们刚好也跟观众介绍过，他们刚好写到就是也门，他写说 The war 就这场战争，The world ignores 被世界所忽视的战争。为什么也门这场战争有这么多的伤亡，却会被经济学人杂志说大家都忽视它？刚才不是说了吗？也门是很落后一个国家，然后在阿拉伯半岛的南边。那么这场战争影响的周边几个国家嘛，就是沙特阿拉伯跟伊朗。那么其他几个大国都躲在幕后里头。在同时间呢，这个伊斯兰国就是最重大的这个危机嘛。那不管是美国啊，这个俄罗斯的积极介入嘛，所以大家的焦点都放在伊斯兰国。对，就是叙利亚得到的声量远胜也门。没错，在伊拉克啊，在叙利亚，甚至在这个黎巴嫩问题，那或者说这个埃及的这个西奈半岛的那些恐怖分子攻击。报的真的比较大嘛，在也门呢，好像报的都不太注意，所以刚才说它的地理位置，那还有说它影响是比较小一点，到目前为止，但将来可能扩大也说不定了。那么另外就是第3个因素，就是西方的媒体啊都不太报道，这个是也是很不公平的事情呢。那为什么不太报道呢？因为西方国家要为这个内战负很大责任，美国、英国、法国都躲在躲在这个我们讲说这个沙特阿拉伯的后面，那协助这个沙特阿拉伯组织那个联军嘛。来介入这个也门内战，所以也门内战今天都变得那么复杂化，因为西方国家负很大责任了，要否则的话，这个光沙特阿拉伯他怎么能耐去介入这个内战？美国提供武器，英国提供武器，法国提供武器给沙特阿拉伯，然后美国还提供卫星的情报给沙特阿拉伯联军，那么协助沙特阿拉伯封锁也门。你看，所以我们讲说英国、美国对这个也门内战呢。其实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因此他们媒体也不太报道。但最近就是因为这个难民问题越来越严重，甚至上百万的这个小朋友就面临饥荒的这个威胁啊，才导致西方部分媒体开始警觉到说，也门情况实在不得不要重视，然后迫使英国跟美国要求沙特阿拉伯解除封锁，允许这个人道救援的船只啊能够靠岸，否则的话，也门的这个民众，你看他们的这个拿不到食物吃啊，真的非常可怜啊。他难民超过300多万人啊，是不是？其中100多万是小朋友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大一个人道危机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刚才你问的没错啊，我们这边报纸登的不太多嘛，对不对？顶多都是IS 伊斯兰国，对不对？美国跟伊朗问题啊，或者以色列跟叙利亚冲突等，在也门真的讲是被忽视，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也是非常可惜的事情。老师提到就是包括伊朗其实前几天最新的发展，我们刚才新闻当中也看到，就是他们的前总统沙雷在首都沙那，结果竟然会被这个伊朗支持的这个叛军，就是青年运动，被击毙了。我想请教老师，这个事件会让也门内战有什么转捩的机会吗？
这个当然了，我们讲说这个可能使问题也更加复杂，但是也有可能使问题呢慢慢的简化。这怎么说呢？因为也门内战里头本来是3方嘛。3方里头还表面上是2方嘛，就是这个全联运动嘛，是，然后加上这个沙里，他们本来是同一方的，同一个阵线的，然后另一方就是这个这个流亡在沙特阿拉伯的总统巴迪亚所代表的一个流亡政府，所以也门的这个政治势力是这个3股。对，好了，那沙雷被暗杀之前呢，表面上是2股，其实是3股嘛，对不对？那现在沙雷被暗杀之后，他的支持者何去何从，这是一个关键。如果说他的支持者导向青年运动，那就比较单纯。就导向青年运动的话，那就很单纯嘛，就表里合一嘛，这2股势力嘛。对。但是如果说，他导向这个什么沙特阿拉伯支持那个流亡政府的话，那这个他们那边力量可能比较大。或者说，他两边都不支持，他这里又是什么另外一股势力，所以这个未来这个发展呢，要看看他这一股力量要往哪边跑。那现在我们的了解是，他有一部分是支持这个青年运动的。但是也有一部分什么可能是倾向支持沙特阿拉伯联军，那还有一部分什么是跑回自己的这个什么根据地啊，这个另谋再起，所以这个现在这么应该说混沌未明啊，所以关键就是他的支持者要支持哪一方。可是我们看到他那个12月2号才宣布说要跟青年运动解除结盟的关系，就4号就没命了，所以单纯是因为这个动作害他丧命吗？为什么？因为他的力量蛮大嘛。那么就青年运动来说的话，他们已经结盟了2-3年嘛。那过去沙里其实如果说没有青年运动的支持的话，他现在根本没什么影响力嘛，因为他本来在2016年不是已经下台了嘛。对。那下来之后，其实按照当初啊这个 GCC 就是海湾合作理事会的一个决议啊，或者说一个什么一个条件呢，他应该是流亡到国外去，是。然后呢免除各种民刑事的这个什么的追究。这是他们谈好的条件。对，谈好条件，也就是他可以期待家产啊，这个子女啊移民到国外。这个不是很好吗？但是什么他不甘心啊，因为他统治这个也门超过33年嘛，对，他有很多的这个什么这些亲朋好友啊，在很多的关键这个的这个职务啊，还在那个地方啊，包括他的儿子也是个将军嘛。其实他当初就是有这个企图心啊，把他的位置什么传给他的儿子啊，他都不传给儿子的话，可能还好一点。所以他就是想吃香受受，那加上刚好我们刚才提到阿拉伯之春嘛，所以整个爆发民怨，那因此被迫下台。所以说他心有未干。那么这个刚好这个青年运动呢，也希望说把这个力量也拉进来，所以他们马上就什么不谋而合，变成了盟友。其实沙里过去担任这个总统期间呢，也曾经好几次打压青年运动，是甚至什么屠杀这个青年运动支持者啊，所以他们曾经朋友，曾经敌对，曾经朋友，曾经敌对，分分合合这么多次。是，那沙里过去跟沙特阿拉伯也曾经是盟友啊，后来又分裂，是不是？那么这个后来就最近嘛，他想说跟沙特阿拉伯重新谈判嘛，对，结果马上这个什么青年运动就对啊，他们当然不支持啊。所以那接下来我们要观察的重点指标会是什么？所以也刚才讲，第一个就是说他的支持者何去何从，是对。第二个，青年运动是不是可以一鼓作气，把这个沙特阿拉伯这个支持流亡政府赶出海？那当然也门都同意嘛，是不是？不过就是说这个可能性也不大。为什么？因为沙特阿拉伯可能会尽全力，包括他一些盟友啊，包括美国来阻止这个事情发生。美国的态度也是关键。这是一个关键。那当然还有这个伊朗的态度嘛，因为现在支持这个青年运动是伊朗为主，还有黎巴嫩真主党，另外就是这个阿萨德，对，就叙利亚阿萨德，因为他们是什叶派嘛，那甚至什么。我们的了解，像卡达政府啊，其实慢慢也倾向支持这个青年运动因为卡达跟沙特不是翻脸了吗？是。他过去卡达是支持什么沙特阿拉伯？对，就一个联合的一个等于是联军阿拉伯联军来介入这个内战嘛。那现在卡达他已经退出了，不但退出了，他反而这个等于是间接支持这个青年运动你看，所以我们讲说这个情势是蛮复杂。所以总而言之啊，目前的这关键几个国家应该说。其实在外面呢，就沙特阿拉伯、伊朗，还有就是西方国家。OK， 新闻里高速度上半场针对热门内战所带来安详前的分析，本身看下，广州关注南加的是重要的焦点是美国总统川普宣布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到底后续会有哪点冲击？你先了解下，两是真来。欢迎大家轉到討論現場。加上半場嘅結束時間講到，美國對中東局勢影響。而家最新嘅發展是，
川普总统都筹备宣布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都在两件事情用来观察来重叠，其实强调现场的李教授。老师，现在美国变成以色列1948建国以来第一个承认的这个美国总统就是川普。那我们可能要先请老师帮我们介绍究竟耶路撒冷它的重要性，以及为什么它在以巴的冲突当中会扮演这么关键的角色。OK， 首先就宗教来说，耶路撒冷呢是我们讲犹太教、基督教跟伊斯兰教3大宗教的共同圣城，所以当然这有它代表性嘛。比如说我们讲说伊斯兰好了，就回教世界来说，他们有3大圣城嘛，或者说什么几个重要的清真寺，麦加、麦地那2个圣城，第3个就是耶路撒冷。是那耶路撒冷有2个清真寺，在这个伊斯兰里头是非常神圣的清真寺，因为一个是据说穆罕默德升天的地方，对，所以那个清真寺。你看上面有金顶嘛，非常具有代表性。好，那么耶路撒冷是我们讲说犹太教的发源地，是。那么那个地方有很多这个我们讲说犹太人的古迹，特别是我们讲说过去这个希伯来帝国王国了，他们盖的这个圣殿，就现在的哭墙。对，所以那个地方对犹太也哭墙，对犹太人来说那不得了，几千年来他们就是那个地方就是他们等于是一个精神的一个什么细弱所在。是。好，那就基督教来说呢，耶稣就在那边。这个遇害嘛，他钉了十字架嘛，所以那边有一个什么这个纪念耶稣遇害的一个教堂，而且呢底下据说就是后来耶稣好像是被埋在那个地方，所以要去那边看的话，怎么还排队，都在跪下来，它洞很小，你不能站得进去啊。好，所以它是3大宗教的共同发源地，还有非常这个什么我们讲这个宗教上非常重要。那么再说呢，这个地方过去也有很多。帝国在这个地方统治过，所以古罗马帝国啦，那么当然就希伯来王国是不是？然后这个什么阿拉伯帝国，然后这个什么罗马帝国，然后什么希腊王国、希腊帝国等等，当然还包括这个埃及的这个大帝国，所以很多帝国在这边统治。那么也因此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什么统治权是换来换去的，是所以犹太人可以说2000多年前他们祖先在这个地方建国，没错。但是阿拉伯人可以说1000多年来他们住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所以他这个到底是谁的，实际上也是蛮复杂的。那如果从近代看起，比方说我们要谈到他在以巴冲突当中扮演的角色，要从6日战争开始谈吗？其实应该从1948年的第一次的这个什么所谓以色列独立战争，或第一次的这个以牙战争，因为那个战争结束之后呢，以色列占领了这个耶路撒冷，占一半嘛，对不对？那么对不起，我应该是说，就是那个战争打完之后，那么以色列跟这个巴勒斯坦并没有按照联合国在1947年的分治决议成立等于是2个国家。是那么当时我们讲说，1947年联合国决议就是说，巴勒斯坦这块地一半，他们说一半给这个犹太人建立以色列。那么所以犹太人欣然同意嘛，太好了，名正言顺给建国。另外一半给这个阿拉伯，就是巴勒斯坦人。对，巴勒斯坦人不愿意啊，他想说这个块本来就是巴勒斯坦，都是我们的，为什么我分一半给？对，为什么分一半给犹太人？这个莫名其妙那么联合国决议什么？还有一点就是耶路撒冷应该作为国际城。对，就是说这个呢，既不属于巴勒斯坦人，也不属于这个犹太人，是应该国际来共管。因为这个我们讲说犹太这个耶路撒冷的核心是旧城嘛，它这个旧城是由这个4大这个教派来共同治理的。这个包括我们讲说犹太教，那么这个基督教、伊斯兰教还有东正教，所以它就是也是个教派共同管理。它本来就是多少年来一定有某种的这个游戏规则在那个地方嘛。所以联合国必须要什么接受这个现实，就是说这个是国际城市，但是它并不排除说未来可能会分割。这一半给以色列，一半给给巴勒斯坦人嘛。好，这是1947年联合国决议。那当时这个决议，以色列是欣然同意接受这个决议，就是联合国181号决议。但是这个阿拉伯人，特别是巴勒斯坦人，他反对。就刚才讲了，这个地本来是我们的嘛，怎么可以分一半多给这个犹太人？就莫名其妙，他不接受结果第2年就是1948年，英国从这个巴勒斯坦撤退，爆发战争，这是第一次的这个以牙战争嘛。那战争结束之后呢，这个以色列正式建国了，那巴勒斯坦人。他们就怎么失去很多家园嘛，所以他们难民就变成难民，一大堆跑掉了。当然，还有一大堆就是还在这个以色列底下。好，那个时候的巴勒斯坦的问题还没解决，是因为那时候还是国际城呢。对。那么以色列真正拿下巴勒斯坦是在1967年战争。1967年中东战争，以色列是把整个这个耶路撒冷给占了。对。因为那个时候这个耶路撒冷是一半一半呢，就是这个什么应该说约旦占了一半。然后这个犹太人就是以色列占一半嘛，
所以1967年中东战争呢，改变了什么？我们讲说改变163年，就整个被这个犹太人占了，或者被以色列占了。因为之前从1948年到1967年是一半一半的了，就一半是约旦嘛，对不对？那一半是这个什么是以色列。好，所以那一半一半情况还好一点了，就是说至少这个什么就是说这个清真寺2大清真寺是约旦在管理，约旦到现在还继续管理那2大清真寺，管理权是属于约旦人，这个很有意思啊。好但是这个1980年，我们讲这个应该是对，1980年这个是以色列国会通过了，就是说把这个什么把耶路撒冷变为以色列首都，对，然后怎么要求各国的迁都，然后引起这个联合国的这个什么通过一个决议，就是说以色列违反国际法。因为这个耶路撒冷按照这个什么这个过去包括联合国决议，它是一个国际城市嘛，是对不对？以色列这样不能够兼并它嘛，不能把它变为什么这个以色列这个首都啊。所以1967年中东战争之后，以色列占领整个耶路撒冷，然后在这个1980年以色列国会通过法案，然后怎么正式定都耶路撒冷，而是兼并。问题是国际上没有人承认。对呀，大家的大使馆还是设在台拉维夫。没错，所以以色列整个片面行动，但是怎么这个，因为它违反联合国决议啊，然后没有任何国家这个怎么接受，当时美国也不接受嘛。对，那就很好玩了哈。从1980以色列国会通过到现在，我们看现在2017年，37年，将近40年的时间，为什么川普要选在这个时间点做这个动作？第一，其实过去这么多年以来，包括我们刚才讲到阿拉伯之春之后，逊尼派跟什叶派的冲突，然后加上伊斯兰国，加上叙利亚内战，还有刚才我们谈的也门，已经吸附了大部分中东的力量。那川普现在不是没事捅马蜂窝吗？他背后隐藏的势必是某种我们现在没有看到的美国利益。没错。那么据了解，川普为什么做这个宣布啊？因为他的苦衷嘛。怎么说呢？因为他当初在竞选这个大卫的时候啊，他得到犹太人的支持，或者犹太裔美国人大力支持，当然包括以色列这个内塔尼亚胡在我们一直鼓掌啊，说希望你当选，是不是？是。所以我们讲，那我们知道说，这个犹太裔的美国人，在美国各行各业其实都很有影响力。连他女婿都是犹太人。对呀，特别是政界啊、商界啊、这个什么媒体界啊，或者说好莱坞的娱乐界等等，犹太势力都很大。犹太裔的这个美国人啊，所以任何这个一个政党，你想要角逐白宫宝座，就想办法支持，要得到以色列的支持。是最大的2个协会嘛，一个是来福枪协会，一个是犹太人公共事务协会。他们那个预算团是非常厉害，所以以色列预算团体那个什么，我们讲说非常有效率啊，然后对于这个白宫影响力很大。好，所以川普在竞选大卫期间，竞选总统期间，他就答应了以色列或者说犹太裔的美国人的要求，也就是说，他如果当选总统，他就要把这个什么，把美国大使馆从台拉维夫迁到什么耶路撒冷。是。对不对？这个是他第一个承诺。第二个承诺呢，他要对这个以色列继续这个新建屯垦区开放绿灯。哦，这个不得了哎！是。所以他这2个这个什么承诺，当然什么以色列以及犹太裔的美国人都很高兴嘛。是。这个太好了，历任美国总统没有一个像他这样。川普一宣布，纳坦雅胡出来就耳手称庆。对，没错。所以他一当选之后怎么了？当然什么这些支持者就一直要求这个川普说，哎，履行承诺啊！你当时不讲了吗？我们都给你鼓掌啊，给你支持啊，对不对？赞助很多的这个什么竞选经费啊。那你现在这个已经入主白宫，你就履行承诺啊。那么而且这个川普为了讨好这批支持者，他在白宫设一个什么窗口，专门跟这些支持者进行联系的。那么这里头有一个团体是基督福音会。基督教里面的一个保守派系，对。那么这个基督福音会啊，跟这个犹太裔的这些什么团体或者游说团体关系很密切啊。他是这个什么川普重要支持者嘛。你看，所以川普你看安抚他们，也当然距离支持他这些粉丝嘛。他在白宫是个窗口，你看随时跟他联络。他也透过这些窗口呢，不管是福音会也好，或者说犹太裔的美国人也好，经常怎么呢？这个要求这个川普履行承诺，是对不对？他说你看你讲到这个暂且决定了要怎么要把这个我们的这个大使馆搬到这个耶路撒冷，你现在已经担心什么走了那么久，为什么不搬啊？而且这个当初啊。这个内塔尼亚胡看到这个川普当选很高兴嘛，马上就怎么宣布哦，他就宣布在耶路撒冷要怎么增建这个屯垦区，在西岸广建屯垦区，哇，搞得这个什么这个国际间也是特别阿拉伯世界造反，所以川普后来怎么收回他的承诺言，就说哎希望你少盖一点，所以那个事情引起这个内塔尼亚胡很不高兴的。那现在川普做这个宣誓之后，我们看到不仅是巴勒斯坦的民众非常的不满，开始在街头焚烧轮胎，然后抗议，已经有一些这个冲突爆发，然后周边几个国家，尤其土耳其也反应非常的激烈。在这个局势从这个引爆点开始之后，美国还有能力或是有资格扮演以巴冲突的调停者吗？如果川普再做个小修正，就有机会。这个修正就要什么？
学这个普丁呢。俄罗斯总统普丁最近就说嘛，他说这个以色列的首都呢是在什么呢？在这个东耶路撒冷，然后西耶路撒冷是未来巴勒斯坦国的首都。各一半本来就搞定，就跟原本联合国的决议一样，对，就等于是可以解套嘛。所以啊，川普现在唯一解套的方式必须做个修正一下，那就问题就搞定了。但如果说坚持整个耶路撒冷都是以色列的首都，那就不得了了。那这样的话，等于是美国太偏袒以色列嘛？那你说你一个偏袒这个什么以色列，你怎么可以促进以色列跟巴勒斯坦这个和平谈判呢？你就是有失你的自己的这个立场嘛。所以现在这个川普啊，就面临一个困境，他要不要做一些修正？他做这个修正的话，怎么？国际间认为说，这个蛮合理的啊，这个已经趋向。但是犹太人会说 U-turn。对，没错，以色列或者犹太裔美国人说，你怎么又违背承诺？你怎么可以这样呢？所以出了烦恼。所以这个川普他自己把自己也陷入一个困境。也就是说，本来这个好像我们讲说马蜂窝一样嘛，好在那边没事，你干嘛捅他呢？历任美国总统都很清楚嘛，这个问题非常非常复杂，而且所有过去几十年来，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人的和平谈判，所以谈不成。其中一个关键就是耶路撒冷的问题嘛。说这个问题那么严重，结果怎么这个川普好像没有怎么经过什么考虑，就突然这个贸然这个宣布，事实上连国务院、美国国防部都反对啊。这个造成很大的危机嘛？你看现在美国的盟邦哪一个赞成的？没有啊！整个阿拉伯世界一面倒反弹，那甚至土耳其还威胁跟以色列断交，对不对？所以看得出来，美国现在是很孤立啊，这个也造成以色列孤立哎。所以对这两个国家，对美国来说，对自己找自己麻烦嘛。所以我们说他捅了这个马蜂窝嘛。他就以色列来说，表面上好像说，这很难得啊，美国支持我们。那事实上怎么？他现在处境更困难嘛。对不对？巴勒斯坦人要造反了，是不是？然后现在像这个沙地阿拉伯，本来跟以色列这个关系慢慢好转了希望能够促成以色列跟巴勒斯坦谈判嘛。这一下让这个沙地阿拉伯什么也很难做事啊？为什么？你要支持美国的立场嘛，对不对？你一支持的话，国内的民众要造反，是，所以沙地阿拉伯只好什么公开表示说牵制美国是不是？难道这个时候怎么沙地阿拉伯敢跟以色列越来越近吗？不敢。他说越来越近的话，什么伊朗这些国家马上就就指责以色列，指责沙地阿拉伯，你怎么可以跟跟以色列走在一起？是不是？你们同一伙的，所以就搞得这个沙地阿拉伯政府现在也很尴尬，是不是？所以我们讲说这个川普本来讲借着他女婿。